讲到少年辈无啥会晓讲台语，上界大的原因就是台湾久长以来拢敢若重视华语尔，甚至搁在立法严格管制母语伫电视播出的时间，一直到30年前的今仔日，立法院才甲公布电视法的母语限制条款汰掉。2018年年底呢，搁通过着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互母语有国家语言的地位。 会晓讲母语应该是一件真正常的代志。不过，根据行政院2020的调查，台湾有6%的民众和人沟通的时是使用华语，用台语的干那3成，客语只有1.5%，其他的语言无到1%。 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了后，伫1946年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，搭压阁有消灭台湾的母语。1976年，阁颁布广播电视法，严格管制母语播出的时间，一直到1993年30当前的7月14，立法院总算是甲广播电视法的限制母语条款删除。广电法甚至还有规定，就是说1个小时24小时里面只有1小时可以用本土的语言去播这个节目。 然后选在比如说中午1小时比较冷门的一个时段，基本上中华民国都是以独尊华语，然后甚至在学校禁止说方言，然后要挂狗牌，然后甚至有罚钱啊、罚站之类的，所以这样就会造成语言的一个压迫。 国语运动造成的伤害，致使台湾人的喙齿袂晓讲家己的母语。国家语言发展法伫2018年12月底通过了后，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或者是手语，全部拢是国家语言。即马嘛有侪母语团体、母语家庭办活动有意识，要甲家己母语的根找回来。伫母亲节是阮逐年拢会办一个迄个社区的迄个艺文活动，艺文活动上要紧的主要永远是就是台语的工作演讲。 看图广告，母语团体是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款活动，会当帮助母语的推动。也若民间真拍拼咧送，也希望国家的政策会当去宣导讲母语使用的重要性。记者柯家山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